市長黃偉哲表示，青藤牛肉湯一直是台南上有代表性的美食之一。主要的優勢在台南小牛肉品市場合格屠宰的國產牛肉，以在地新鮮來快速配送，不但品質有保障，而且強調新鮮及時，任何時刻攏能夠來一碗青藤的牛肉湯。台南的清湯牛肉已經在全國知名度響叮當了。可是呢，我們除了清湯牛肉之外，我們現在的羊肉也是非常好的。我們的這個鮮乳大家知道。在台灣的鮮乳市場中間，台南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，所以呢，歡迎大家一起來嘗試。非常感謝我們善化啤酒廠能夠跟我們合作哈，在活動當天用台南的芒果做的芒果啤酒是最棒的哦。那所以喝牛肉湯或是吃這個羊肉燻羊肉，或是吃羊肉料理來喝點啤酒，冬天這樣子是最搭配的。夏天也是最清涼的，所以呢，歡迎大家一定要來到善化啤酒廠2025台南國產牛肉、鮮乳以及羊肉的推廣活動哦。為行銷國產的牛肉，加入鮮奶，市府農業局嘛將於12月14在善化美乳廠來舉辦大型的行銷活動。現場除了邀請青藤牛肉店家來設檔，另外嘛小厝納入鮮奶、加入牛肉等其他的特產品來展售，加入市集等，邀請民眾12月14做伙來品嘗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